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大湾区橄榄球运动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第一届湾区杯国际青年橄榄球赛，邀请来自国内外11支高中队伍参赛。阮特热烈欢迎所有选手聚集在台南工厂比赛，并特别感谢大湾区理事长投入大量金钱甲心力，致力发展橄榄球运动，精诚使人钦佩。阮特也希望来自国内外队伍，拢会当伫台南的球场，不只是比球技，也交流友谊，这会提升橄榄球运动的风气。杜元坤院长秉持着对橄榄球的爱好，数十年来投入大概应该至少1亿元呢的经费来参与我们橄榄球，这个是何等的胸襟气魄，何等的热爱。那现场我们南一中校友会魏理事长还有卓董事长其实这些都是来为我们所有的球队来加油打气。那我也感谢各位的付出，也希望在这么好的场地里面，不仅是来自日本、来自韩国、来自北部、来自北方以及所有在地的台南市的球队，以及我们国中的橄榄球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最好的不仅是球技来竞赛，也是友谊的交流，更是能够让这个橄榄球运动向上提升。理事长杜元坤表示，过去是伫咧北部举办赛事，这次转来到故乡举办国际比赛，除了是咧推广橄榄球这项运动，也为国家培育体育人才。我们有11个高中的队伍，还有2个国外队伍，还有我们4支我们在地的国中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打橄榄球的人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把橄榄球以后在台湾发展的6化。什么叫6化？第1个基层化，第2个普及化，第3个专业化，第4个企业化，第5个职业化，第6个国际化。我们一步一步来执行。我想在台湾的橄榄球，尤其是我的故乡台南市，发展橄榄球是最适合不过的。那所以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呢，在我们市长跟局长，还有各位我们市府团队，还有各位议员、各位立法委员，还有各位神拜的帮助之下，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声。那我相信我的前辈黄茂清前辈必在天上微笑。他已经在上帝那里了，他知道我们会把台南的橄榄球继续带上光荣的那一刻。湾区杯参赛队伍包含中英中学、台南一中、台南六成高中、嘉南八斗高中、宜兰罗东高工、承德香山高中、台北建国中学、新北地位高中、桃园观音高中，以及来自日本石川县鹤来高校、甲韩国木浦市天安五城高中等队伍共同参赛。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